在我的记忆当中，我们以前这个小的时候啊，我隔壁呢就是有一个当时我在6、7岁的时候吧，我隔壁呢就是大概是也是跟我就是跟我特别好的一个老出家人啊，就是他们家呢。每一年就是在这个过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唐卡，就是这个唐卡呢，就是杜牧这个像的，还有其他的几尊唐卡，但是他每次那个过年，就是也就是在30号的，就是早上到晚上呢，就是他们如果没有什么出现其他意外的话呢，一天都是可以把这个唐卡呢，就是摆在这个家里面，就是我们附近的可能大概有六七家吧，就是6、7家，我们当时是放那个放那个牦牛啊，就然后就是我们就是一起的大概是有6、7家，就是我记得是7家，就是有7个家。然后呢，在他们家的把这个杜牧像呢，就是在30号的时候，就是摆在这个自己的那个帐篷里面，就是那个时候只有这个条件。然后我们很多包括这个小孩啊，包括很多大人的话呢，就是来去这个朝拜。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在大概是这个就是60年末就70年代吧，就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在我的印象当中呢，我看到这个杜牧像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这个欢喜啊，就是每次都是我们盼望，就是什么时候明年的这个30号啊，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见这个杜牧圣像，因为那个时候是特殊的一种政策，就是那个时候也是非常的这个注意，就不是随便的是大家都能看，就是我那天都是在想，我们现在这个包括这附近就是卖的特别便宜的那种就是杜牧像啊，就是不是很贵的，就是那些杜牧这个唐卡的话呢，现在就是有很多上面的那些花纹呐、就是金色啊，就是那种金线的话呢，就是远远超过原来他们的那种唐卡。但是那个时候的话呢，因为整个这个社会呢，就是看不到这个佛像啊，就是看不到光明，就是在那种年代，就是文化大革命，应该正在那个好像还没有开始了嘛，大概是68年，70年、75年开始是吧？文化大革命啊，六七，我的童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原来有一个事件的我的童年的歌。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是这样的年代当中，就是见到这个杜牧这个唐卡或者杜牧圣像的时候呢，让人们呢就是非常的欢喜，就是有些很多老人有信心的人呢，看到杜牧就这种像呢，一直是这个哭着啊，就是一直这个有哭着就热泪盈眶，有这种现象。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呢，就是的确也是在座的道友啊，就是很幸运的，就可以这么说，就是你们也许可能想不起什么，就是当时的那个年代的这种整个这个佛法的一些这个垂味啊，然后跟现在比较起来的话呢，现在你只要有这个任何的这种这个佛像也好，就在别人面前就是很公开的怎么样摆怎么样啊，那个时候是有一尊佛像的话呢，偷偷摸摸的啊，就是偷偷摸摸的，就是我们就是家里有一本书，这个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实体会供的书，就是每一次我们就是办衣架的时候呢，就是要把它必须要藏到那个就山洞里面去，所以呢，我现在有时候看到一个山洞的时候，第一个印象呢，哦，这里也可以藏佛经。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要求让我去照那个山洞，就是我们就刚刚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父母就要求就是你去到山上去看有没有这个藏佛经的这个小山洞，就是然后到处都去，到处都去，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在我们拿多少个经书啊，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也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就危害啊，就是没有什么危害，就是包括你想出家也好，你想在家，你想学佛也好，就什么都是应该就是很有这个自由啊。就是其实人们呢，就是有自由，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往往呢就是不珍惜，就是反而在那种年代当中呢，很多人的信心呢就是可以磨练出来啊。就我们也是可能像那个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一个时代，就是出现的话呢，有相当一部分的坚强的这个修行人呢，就更要注意啊。就是我在这个
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努力，但是越来越放松啊。比如说有上师、有道友、有佛法，什么佛经呢？所有的这些因缘随缘，条件具足的时候呢，人们反而就没有这个珍惜啊，没有一种难得之感啊。就说实话，没有难得之感。所以呢，仅仅是一个独木像呢，也可以回忆起，对我个人来讲有很多的这种这个有意义的，有一些这个经历啊，有意义的一些经历。我想我们在座的人以后应该在自己的弘扬佛法或者是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呢，希望把它看作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本尊啊，或者说这个空性来这个医治空性来这个医治。本身我们这个21度母瞻呢，是释迦牟尼佛现为这个毗卢遮那佛的形象来为这个文殊菩萨所宣讲的，应该后面的小字里面是有的。所以呢，经常也是这个楞严诵啊，经常祈祷，可能我们这个翻译的小字里面不一定有，但是度母序里面应该有，所以呢，说，这个实际上这个度母呢，是30诸佛的这个父母啊，30诸佛的这个父母。因此，我们这个祈祷的话呢，应该能赐予一切的这种这个系的啊，当然极个别的一些，比如说这个一些小乘的啊，或者是有邪见的人呐，或者说是不信佛教的人呢，他们在他们的眼里是可能另一种现象，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就我们实践当中的，比如说黄金也是在对有些没有福报的人的这个眼里的话呢，他也是不会动到它的价值，所以这是在实践当中诸如此类的这个比喻呢，相当多的，所以我在这里呢也不光说。